根据对华援助协会报道，移民哈萨克斯坦的诺尔普拉提艾莎5月24日向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发书求助，称其堂嫂沙伊拉古里于5月22日被中国安全部门通过哈萨克斯坦安全局遣返回国。据称，沙伊拉古里曾在新疆先后担任小学教师、校长，之后在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任职。在此期间，亲眼目睹了一位85岁高龄的哈萨克老人被抓时，无法容忍，当场流泪，最终决定离开新疆。今年4月前往哈萨克斯坦与丈夫团聚。哈萨克民间人士对记者披露，近日中国新疆警方私下买通哈萨克斯坦海关人员，并将一份禁止出境人员名单交给哈萨克斯坦海关工作人员，要求拦截名单中的哈萨克人。5月24日，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会晤。习近平欢迎默克尔第11次访华，双方就国际贸易、伊朗核问题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。法国总统马克龙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克里斯蒂娜·拉加德参加了第22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会议。据土耳其媒体报道，土耳其向也门运输小麦的货船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。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23日向欧洲国家提出留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条件，要求欧洲保护伊朗石油销售免受美国制裁，并确保伊澳贸易。欧盟财长会议再次就避税天堂黑名单问题进行了讨论，决定将巴林、马沙尔群岛以及圣卢西亚从黑名单上移除，纳入巴哈马群岛、美属维尔京群岛、圣基茨岛。经过3进3出的调整，欧盟避税天堂第3批黑名单仍为9个国家地区。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马克洛科克表示，也门冲突越来越阻碍人道主义工作，并警告称有2200万也门人需要援助和保护，饥荒已威胁到850万人。今天早些时候，洛科克警告，如果也门局势无法改善，将见证50年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。